第39章第1節，約瑟予人帶落去埃及，有一個埃及人是法老的人神，是會長波提法，對遐帶伊來的以實瑪利人的手買去。耶和華甲伊三甲之地，予伊逐項行通，住佇伊的主人埃及人的家。伊的主人看見耶和華甲伊三甲之地，佮耶和華予伊的手所做的，攏行通。約瑟就佇主人的面前得到恩典，來服侍伊。主人設立伊管理伊的家，將一切所有的交伊的手。對主人設立伊管理家事，甲伊一切所有的。耶和華為着約瑟的緣故，賜福佇迄個埃及人的家。囝仔家內甲產兒一切所有的，攏得到耶和華賜福。伊將一切所有的攏交約瑟的手，除去伊所食的麵以外，別項所有的攏毋知。約瑟水閣好生做，這個代志以後，約瑟的祖母自神看伊，講來甲我困。約瑟毋嘆，對伊的祖母講：你看，家內有啥物佇我的手，我的主人攏毋知。伊已經將所有的交佇我的手。佇即家內無一個比我較大，你以外，伊無一項無交我，因為你是伊的某，我怎樣通行即個大歹來得罪上帝？第10節，後來伊逐日甲約瑟講話，約瑟無聽伊的話，無甲伊困，也無甲伊作對。有一日，約瑟入厝辦伊的代志，家內的人無一個佇厝內。婦人人就撿伊的衫，講：你來甲我困。約瑟將衫放佇伊的手，走出去外面。婦人人看見約瑟將衫放佇伊手裡，閣走出外面，就叫家內的人來，對因講：恁看地，伊帶一個希伯來人入來咱的家，要戲弄咱。伊來我遮，要甲我困，我就大聲喊。伊聽見我出聲話，就將伊的衫放佇我遮，走出外面。婦人人將約瑟的衫收佇伊遐，聽候伊的主人倒來，就對伊講起這個事，講：你所帶來咱遮迄個希伯來的奴僕，到我遮要戲弄我，我出聲話，伊將伊的衫放佇我遮，走出外面。主人聽見伊的某對伊所講的話，講：你的奴僕親像安尼款待我，伊就受氣。第20節，約瑟的主人將伊關落監，就是王的罪犯受關的所在。對安尼，約瑟佇迄個監內，總是耶和華甲約瑟之地施恩予伊，予伊佇管家的人的面前得到恩典。管家的就將監內所有的犯人攏交約瑟的手。因佇遐所做的代志，攏是伊在做。既然約瑟手下的代志，管家的一概無插，因為耶和華甲約瑟之地，佮伊所做的，耶和華攏予伊行通。